中华的溪湖一间国中有一个细地数学老师，7年前侵犯女学生，被判刑2档，嘛被改聘。最近有风声讲，这个老师被拐出来，按说要开家教班。这个月11日，又有一个受害的女学生出面提告，这个老师嘛被法院裁定收押。这个月11日，32岁外小姐出面指控，18年前咧读国中2年时，细地数学老师利用下课家教的机会，以掠人或者是矫正姿势做理由，该性侵7年遐尼久。伊伫公诉人员甲律师的陪伴之下出面提告。中华检方认为，这个细地的老师涉嫌重大，向法院声押受批准。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当庭逮捕，并以涉犯为重罪，有勾串证人、湮灭证据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这个细地的老师伫2017年因为甲女学生性骚扰，互人依照妨害性自主罪判2年有期徒刑，而且规世人改聘。受害者温小姐表示，这个老师出价毋若改名，阁要开家教班，决定向电公所求助，提告妨害性自主。目前尚无有5名受害者出面指控。受害者是大约有5位啊。那这些人当然是说受到性骚或性侵的都有，的确是还有其他隐性的受害者。那这些受害者没有站出来，原因有的是不想破坏现有的生活，有的是还在整理情绪啊。律师表示，目前知影这5个受害者，除了外小姐以外，有3人是透过公所寻求法律协助。除了希望检方扩大追查，嘛希望有类似状况的受害者勇敢站出来，提供更较侪具体事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